平安。是咱要来锻炼今仔日所要唱的诗歌。第一首的诗歌是圣诗26首，有圣诗73首。三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路行伊的事情，路行伊的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母体出世，伊就祝福无离，并伊无所怜爱，今日通治，也被款待。来第一节，咱准备来第一节。第一节，听。永远无尽。第一首的诗歌，新圣诗553首，旧圣诗482首。上帝恩典满满，是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咱若详细去算，嘛是算袂了。所以咱来为主来做伊的干净。来，为主来做伊干净，做事无朋友，因主行行来保佑我人因无心受，为主来做伊干净，连个主耶稣。
现在阮的天气，阮感觉你的稳定，因为你的疼痛，你的稳定，所以互阮今仔日我度踮要遮组织，同时你也期待你所听的蔡牧师伫阮当牧师伫阮的中间，为阮来分享你所发放互伊的话语。阮伫咧遮，若听，嘛着爱想，嘛着爱去行，为主来做工作。那是就即阵时我所甲阮讲的，求主帮助我，帮助阮，仰望阮的心志、心志，即个代志顶面，我能去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阮的上帝啊，打阮感谢保罗你的灵光的名，咱做伙来吟诗，咱行对信息，新信息26首，旧信息73首，下下提醒我请起立，咱念全首。希望特别用新的改变做咱的希望国别，咱对信息的导出面，咱做伙来读请。你若尽心尽性尽意，仰主耶稣的，
第二个也三真情实故，你着听注意真干净。这个了解专门我甲三 D 的总分头，我认识的概念就是一二三，亲像我捌听你，一二安尼三年，一二三年，这个人要对安尼知，一是我的心。请坐。咱作为阿头来祈祷。主啊，我是感谢我老因，做了平安，主有份少年与我的聚会当中，最感动的工作，从咱借诗歌敬拜祈祷信息，最美好的团结，享受主的同在。由你我你找来书者，互你讲出来的话语，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求主规通阮的耳筒，借着你的福音的信道。丰丰富富入阮的心内，互阮顺行主的意，服务的人，阮感恩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讲英文吼，开始。英文10篇，诗篇12篇，我来去就是来。上帝啊，人着要以西安来称赞你，着对你所下的愿，甲人祈祷的主啊，全伊拢要求问你，做阿多我，毋过我来过是你拢要写的。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靠近你，第二，这款人就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圣地的福气，心满意足。其次，你路的所在，你互伊欢呼。你灌破土地，如何灌溉，互土地真肥。上帝互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恭敬我国。你灌溉参藤，收庇土地。落到遐水互土肉软软。一声，你使互农作物大产。你用红手做鱼当的风化。你经过路为牛的地，电空野的草坡毛油的地。山头用麻衣做大厦，草坡用油棍做衫穿。山头用五谷做大个盘。一声，伊拢欢喜出声的时。好了，生活伫好了的方面，有这性情的实验。
感谢圣母给用较水的歌声来鼓励。从手上的话，咱用对圣经新约发派福音28章80到20节。那就咱做个来读80节。耶稣，我来对因讲话，一定地还，一定拢做我，所以恁着去照这番意思来做事，来听洗礼，互因为立地见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恁的，着假是手，搁我因教恁伊的。到世间的尾，上帝赐福听耶话，照耶话来听的人。咱哩讲到，并且着女主是拿因的意境，真小心牧师因所讲的题目是传承。感谢平安。平安。所谓传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所讲的教师带学生，还是讲师傅带师啊，中间迄款的传授甲继承的过程。更加讲，这啊所比较伊上天进前，有甲学生讲，遐话就是咱所读的，拄则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咱讲伊就是一个大使命，无像一个圣神降临时，学生拢得到快乐，为着主啊所基督来做见证。咱知影讲，伫耶路撒冷已经勇敢来讲耶稣的故事，就迄时阵有3000个人来信主。啊，伫美文的所在，咱知影讲，彼得嘛去医好这出事就变衰的，然后这事件有5000个人悔改信耶稣。于是，阁有其他的学生，伊向到处去传福音，为着福音嘛来顺道。所以我用传承做题目，咱做伙来思考最后所基督伊救赎的福音。怎样要来继续来传扬落去？传扬落去，咱应该有诶任务甲态度是啥物？第一，我要讲的是讲传承是需要负重大义。耶稣诶学生12个中间，耶稣即个犹太咱来讲，其实11个学生全部差不多拢为着福音诶传承来付出性命诶大义。咱知影讲彼得。伊互人斗顶十字架，伊讲我袂合咧，合最后所含最后所定治的即个混血人的西文，伊就是伫即个英国的所在伫定受定治的。然后咧，咱知影讲，即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伊伫巴勒斯坦甲埃及来传道。最后嘛是伫埃及来顺道。即个叫犹太的人，即个伊伫叙利亚伫波斯传福音，最后伫波斯遐来顺道。你嘛知影讲，按即个到土耳其传道，最后伊互人用即个定 X 型的字体伫遐来顺道。巴太伊到埃及，到即个伊索比亚埃塞俄比亚就是伊索比亚。伊所在所在来顺道，多马伫印度顺道，菲律伫即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中部所在传道，伊来伫即个所在来顺道。巴多罗买呢，就是到伫印度的所在也顺道。迄啲代表，即个雅各就是希律王用刀来，通讲。
伊就是耶稣10个学生的中间头一个顺序。然后咱知影即个约翰，伊是无过往，抑有伊就是互人放入伫即个万魔岛上，伊遐来写启示录，最后伫伊所所在，伊来用落。伫正信徒、使徒的齐心合力努力的即个里面，福音伫耶稣过往的时代，使徒伊就差不多行到地中海。即个沿海非洲、亚洲也是欧洲的所在，咱来看即个地图，这是保罗第3次旅游传道，下骹遐就是非洲，就是利比亚、埃及。然后呢，咱正面遮的下骹，咱有看到啥物？这是亚洲，另外遮是中亚的所在，这去这是巴尔干半岛，当然就是欧洲的所在。早期的学生就已经将福音传到伫这3个洲地。咱知影讲保罗、使徒保罗甲彼得，因两个嘛是有，彼得就应该话，即个保罗，伊最后嘛是来顺着。咱知影讲初代教会的信徒受压迫，嘛受即个真济种的困扰，大概有200年的历史啊。就是为100年到即个公元313年，咱知影讲一个君士坦丁大帝。伊讲咱即马就开始卖对基督教有即款的困扰，当然伊就设即个基督教对国家为止。尼200年过中间，信徒真正受着即款的困扰。咱知影讲，伫即个罗马皇帝统治的内底，大概有10遍大对基督教的迫害。我讲其中来讲一个就是尼禄皇帝，即个尼禄皇帝就是。伊对基督教非常的讨厌甲厌恶。有一天呢，伊就放火烧罗马城，咱知影讲这是一个电影哦，《暴君焚城》，你敢捌看过无？有吼，伊就是描写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伫公元64年7月19迄天，伊放火烧罗马城，甲罗马城14区的区域甲烧差不多10区拢烧完啊。伊嘛知影讲，遮个住伫罗马。内底遮公民一定会怀疑是伊做，总是着用即款放火烧罗马城即个罪来恢复基督徒，所以真侪基督徒就受了啦。受了创啥物？咱放伫即个竞技场的内底，咱迄个叫咱披上即个亚述的图，然后就讲直接一个亚述条放这大港来甲伊教。大家安尼，就是出来，当然每一个人受着。这样子还好呢，搁较专业的就是讲受了另外一批人，因拢用迄个打草牌白做伙，咱打草白做伙要创啥？做火架，暗时的时阵放火烧，活活甲伊烧死。即个讲安尼就是去照咱尼禄皇帝的即个情缘，伊的公情安尼。即款的苦楚，咱即卖为着遮个信仰的缘故，因坚持信仰，真难受苦。拢是敢若信徒受苦，就是主教嘛受苦。知即个普里甲吼，即个主教，伊是属于咱教会主教。咱知影讲，伫启示录内底有7间教会拢是普里甲。现在普里甲即个经内，其中有2间是耶稣所下落的，其中1间就是属于咱教会。耶稣讲，即间教会是啥？是到死着忠心的教会。所以你袂去经历着第2遍的即款平凡的第2遍的火。即个普里甲伊就是属于咱教会的主教，伊共款吼也去这个竞技场比赛。迄个时阵呢，即个属于咱巡抚就感觉讲。我一定爱来救这个人的，所以就听讲这是互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敢会当伫众人面前讲，我否认耶稣基督？我你才讲袂使呢。这个耶稣分队46年来，我一直咧侍奉的上帝啊，迄个主啊，伊从来都无亏待我，我哪会当去甲伊侮辱这个拯救我的主？所以这巡抚讲安尼，我就不得不甲你。放互遐受制啊！我
你才讲把你要求搬过来啊！哦，啊，你这样才袂到呢。啊，若安尼，你是像是我的要求嘛？我甲你讲火，我甲你甲你放火烧的。我你才安怎讲？伊讲你想要用火来变野外，地底嘛一点钟，一点钟的迄个时间来尔，总是你爱会记住，你毋通袂记住讲迄个永远袂花的地底的火。哦，这个师傅就足生气，大声来质问讲，这个苦你食的是基督徒啦，所以遮个人就讲，哦，来甲伊用火烧。伊讲你拢免甲我讲，我家己会去检查。啊，我相信，我所信的主，即刻有好气来经历即个火烧的。伊就那记得，就那记得。伊讲吼，我感谢你，弟啊，我感谢你，你竟然互我会当配伫即个顺道者的行列里头。伊拄则刷迄个火，然后甲烧呢。利用伊的火来见证伊所行的，所以早期迄个出名的神学家特处良，伊讲过一句话，伊讲顺道者的火正做教会的真迹，顺道者的火正做教会的真迹。要传承基督的即个信仰，实在是爱付出代价。咱知影讲，耶稣基督死到我到即马2000年来，逐个世代拢有即款的有着福音的顺道的。咱若甲即个时间点来入来20世纪，还是19世纪，咱嘛当看着有较好华，吼伊安怎有着信仰，伊互啥物叫结果，然后向掠去伫即个集中营的所在，结果伊。集中营解放的前4天，伊互人迄个处死来顺的。但是这样代志对国教会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激励啦。国家的教会哪会有即款受压力的中间，咱拢无出声。所以这个顺道者的会正做教会真係出声。咱知影讲，其实伫即个铁达尼号，咱知影无？哦，咱拢足清楚的吼，有一篇文章安尼写，伊讲迄英暗伫铁达尼号永远的基督徒。等于啥讲，即只船一沉落是一个牧师跳出来，讲基督徒拢出来，讲这个基督徒真合作不来，牧师要甲阮讲啥物话，实在是无望啊，船就要沉嘛。伊讲咱拢是信耶稣的人，咱拢是得救的，咱爱将这个机会互遐个还未信耶稣的人。意思是讲，恁毋好跳上救生艇。哇！这基督徒真人就开始伫遐唱歌，嘿，因真正安尼井然有序，把整个即个混乱的气氛就拢安静落来。到尾安尼，即个牧师伊从即个从个中间，伊摕着一个浮木吼，就伫遐伫迄个海洋中间，迄个一个少年人啊。哦，安尼就迄个知影海洋安尼吼，安尼起来搁吸气。啊，伊头一遍去叫少年人讲，少年你得救袂啊？伊讲较袂啊，吼。第二遍搁哇做伙说，少年啊，你得救袂？伊讲较袂。出去第3遍，即个牧师讲，耶稣要救，将即片茶颁互即个少年。然后，即个牧师当然是说，你这基督徒顺道。这个少年啊，伊着求了后，伊就较紧从即个牧师，伊是互邀请你去到一间教会去做即个为人报道。伊做宣教的讲，我就是即个所邀请即个牧师真我。即个故事对这个少年人。顺道者的会正做教会之事，即句话激励真济传道书、真济信徒。伊听内底无惊吓，勇敢来回应上帝。所以讲传承是需要付出代价。第二，我要讲的是，即个一个传承是需要不断的修正甲更新。教会对要使你然后到亚洲
欧洲，当然欧洲了到美洲，然后传到亚洲、非洲来。16世纪是当今马丁宗教改革了，有真济教派出现，什么教会啊、罗德台啊、信心会、信公会等等，总是即个宗教改革了，差不多200年后呢，大家搁设计即个宗教的议题。像18世纪英国的社会，咱知影讲经济真好啊，总是呢，因为道德是非常的低落败坏。因为奴隶即款的买卖，还是讲即个鸦片的买卖，还是啉酒，还是讲因的娱乐，真正拢足低级的啦。英国社会虽然是汉仔繁荣的社会，总是道德是安尼。伊讲教会嘛无法度对社会即款的情形来提出伊的回应。因为教会本身嘛是做会听的稳定的内底。因已经麻痹啊，注重即个仪式忽略性命的成就，咁都无开力啦。教会无有即款的性命即款的活力，就是迄个时阵就有一群人出来讲咱真正来悔改认罪啦。咱是毋是伫咱的讲道中间，咱就真正等下到圣经对迄个上帝本来来开始。咱是毋是当来追求即个上帝的话命，互咱的性命来成长？这个运动叫做福音主义运动。然后呢，因有提出现代的即款的认受法，就是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废除即个奴隶买卖制度，还是即个囡仔工？迄个时阵有啊，咱爱改善囡仔爱上课啊，袂使啉酒啊。即款咱讲清流啦，教会搁一遍即款的改革的力量。这个代表人物是啥物啊？就是约翰卫斯理。伊个认真伫遐来推动这所谓福音主义运动，这就是对英国的中地站的在信道信仰的情形有足大的改变对英国的社会就是相当大这个运动。咱讲这个传承的本身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传承。所以伫迄时阵18、19世纪真趣味就是讲，当时的教会同时欧洲、美洲，因感觉讲，你只要所互咱即个大使命，所以领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来行洗礼。你若我所命令恁的，恁就假是伊遵守，我就要甲你送到世间里头去。即句话搁一遍伫即个欧洲甲美洲的基督即个教会中间，搁一个唤起，咱爱紧个来做宣教运动。亲像早期耶稣后生，伊是因为他家就因为到伫亚洲、非洲去啊，欧洲去啊，所以伊就纷纷投入伫即个对亚洲还是对非洲咱讲落后的国家，遐来传福音，去将福音传到一个所在。所以1807年，伦敦的传道会就差派马里顺宣教师到伫广州的所在。然后1835年呢，有传教士到日本。1851年，即个英国叫教会就有派人到伫厦门，然后建立传道的据点。1958年到伫汕头，上到汕头建立传道的据点。1864年，苏格兰的宣教士到伫台湾的南部，然后1872年，就加拿大宣教士到伫台湾的北部。不断就讲即个传承的本身就爱不断的行动，不断的更新。第三点我要讲啥物？就讲北台湾的即个宣教传承的故事。咱知影讲马街是对北部台湾有即个传福音有相当大的影响。咱知讲，伊来到台湾的时，伊是先到高雄、屏东，伊含即个苏格兰的宣教士，就是小牧师，含伊住含伊透过含伊住短3个月的时间，去学即个台语。当时伊想讲，接到已经有即个苏格兰有人传福音，听讲台湾北部无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我就来北部。
所以1872年3月初7，这个李副牧师甲一个德马泰医生就陪伊坐船到日本去，2天的时间，所以1872年3月初9，下晡做3点到日本起港的时，而且看到这个所在，伊讲啊，这就是上帝要互我山大的特点，非常水。马甲的一支中间，伊讲咱亲像有一条无形的线，安尼甲我开到这个所在。就安尼，伊用伊一世人伫台湾努力拍拼。伊来到北部，来台湾5个月，伊就用台语来讲道。然后咧，1872年4月哦，伊就开始设立同志教会。1873年的正月，伊就同志教会开始有设立5个人，开始5个人设立。然后1873年3月初1，伊到伫五股的所在，五股五股的所在，是五股的所在。啊，其实啥？第二天3月初1是9月14日，我该朴素伊头前去礼拜就是五股坑教会哦，但是头前设立的是同志教会，但是未即个拜的。所以伊3月初1起来时，咱知影讲，伊真过一个外国人啊，佫留四处等等，然后叫乌秋官啊。所以这个人是咧创啥？你讲这是啥物道理？真侪人无了解，所以甲伊反对。所以伊到了下晡去到一个5股的时啊，就有一个妇人人，伊要去拼屎炭，人讲较破，真正较破马街句话就无讲，洗去放，规身躯拢是屎，迄是啥物味啊？伊叫3月初2，伊要来遮运动时，伊有接受真侪即款，互人欺负，互人倒位厝，互人烧，也是伫咧三节的时用迄石头安尼要甲钉死然后才无钉死。伫咧网架时，有3大时安尼一直甲伊阻甲伊厝仔，互伊传福音，安尼一直甲伤害伊的性命，总是伊迄个宣教的心情，即嘛都无受影响。咱知影讲，即个3月初2就我5股教会了后，伊上迄年，伊也佫行到倒呢，行到即个咱讲新社教会，就是苗栗的所在，伊较真后行。到迄年的10月初10，伊建立即个西东教会师坛，伫苗栗呢，弟兄姊妹，我你敢有去到师坛？伊拢请伊去吼，咱拢无感觉安怎？都是要落来时，我就开始甲算，有人车对师坛安尼落来40分钟，我说有人车落山40分钟，毋知哪个故事你是安怎去？当然迄时阵无公路啦，伊当然是行山咯。到时仔是讲一个人，少年人28、9岁，安尼为着福音的缘故，跋山过岭。像迄年伊嘛去设立即个龙州教会、和尚州龙州教会，然后呢，家人、松山、南港，拢是伫迄个时阵来设立，网角嘛是，佫三峡遮拢是，就是讲伊到1979年的时阵，伊就差不多设立20间教会，有20个宗教者，佫有300个信徒。1979了，伊即个18791889又等于到即个加拿大所在，而且咱讲素食啦，安尼伊有即款习惯。咱讲马街朴素伊一世人，伊总有设立60间教会，有3000个人设立，伊共满水里行的学生拢总21000句。今仔日咱的台湾基督教会有1296间教会。我甲朴素除了开设教会以外呢，伊伫即个医疗、教育、农业的顶悬嘛有相当的贡献。我想咱拢对伊十分了解。今仔日马街平日啦，马街、转啦，今日大学啊，台湾新学院、中中学，
就拢是伊来开始。当时我要讲的，这是伫你家内面，这个对嘛？迄早起起个哈，吼，当时甲即嘛嘛是差不多是安尼。我要讲是讲，女子先学院女子的教育，伫1884年是马偕博士伊设立一间学校，主要是啥物？女性伫当时的社会，拢无机会通受教育，搁白卡啦。所以伊会想讲，我要安怎样来帮助台湾的女子有机会通受教育。1884年，其实伊已经结婚了，已经1878年5月日子，甲张聪明结婚。当然，这对伊就是说女性会当透过张聪明来做福音，然后。即个加拿大嘛有派女性的宣教师来斗相关即个所谓女子的教育。咱只讲一开始啥，开的是34个，迄34个人吼，拢是原住民吼，毋是本地。总是伊嘛真欢喜快乐，吼，因为马偕博士咧开拓教会是毛病的，毛原住民是上是安尼去走。当然，看恁即个部分是确实是原住民的所在，家己来拢是。然后咧，马偕博士伫1901年伊过往了后，即间女子学校，因为诞生女学堂，就咱暂时关起来。10年后，1907年是加拿大宣教师、女性的宣教师来讲，咱搁来甲伊恢复。当时迄个时阵恢复的是伊的救星就开始，安尼一般平常讲女孩子的即个吼。所以叫做淡水女淡水女学院啊。迄个时阵，咱知影讲，就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所以伫遐就开始有即个女子学院。安尼安怎？本来马偕博士伊所想的，就是讲来训练教会一寡女性来帮咱传福音的，讲个叫做宣道妇安尼念哦。所以1910年就搁一个伫淡江中学内面。即个女学堂的边啊，或者是副学堂所以就伫遐佫开始继续伫遐来造就教会在境外要参与传教的时间内底。当时咱知影讲80年，伊有日本政府甲伊用笔来压制讲，我甲你接管甲你号名做淡水高等女学校。战后结束代志了，佫甲伊改吹做女中。到1956年，咱含淡江中学来合并，讲做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拄拄是安尼，的前身我煞无去啊。那1956年到1958年是国家女传道讲安尼袂使，即个女子的教育实在是非常要紧。当时嘛，差不多除了南部的即个传教师，伊有设立即个女子的校以外。就敢若咱北部咱台湾有即两间袂使。1958年，重新过来恢复，有所在念是用红线，即嘛现主是女主是即间大楼，讲安继续安做，即个咱台湾的教会的即个境外妇女、境外的即款教育，囡仔去读，当然即个过程也阁有干呢，不是。即个女子生的，就是马偕博士伊注重妇女教育的即个过程中间，我想有一项代志会当起来讲的，就是希望即个资源，伊是太老合作的。伊伫1929年即个副学长毕业了后，互国家女选来找他，讲你着等于要外咧太老国迄个所在传福音。伊真正传福音，日本警察伊也讲你袂使传，你着袂使传，伊着无论怎我就是要传。咱知讲即嘛是叫一个希望的纪念教会，就是真正是这样。所以咱讲伊叫做原住民信仰的人物啊，伊不但传，伊搁传世，伊搁将福音传互一个叫做高天旺牧师的。这个高天旺牧师嘛是太有格子，同款。日本警察就一直来讲你袂使传，伊嘛是拍死无去，所以互人来想做讲原住民啥物
会无落啦，太老国族会无落。当然，还佫有继续，即个关于宣导重点，咱知讲六仙村牧师到伫阿里族，吴文志牧师到伫万山，原来即个单调中牧师到伫宜兰的即个泰雅尔族，张胜茂牧师伫迄庙迄个泰雅尔族，林彼得一个靠友在牧师是到伫即个屏东的泰雅族。那你讲知影讲20世纪，然后有3000人的生意，这是伫全世界公认的台湾20世纪的即个原住民算个啥奇迹啊！全世界哪有一个特别咧讲，伊个原住民设立这个是？我虽然讲传承是安尼啦，所以那个好事个传统以前啊，对第个啦，原住民共款，对希望安尼对。当然，佫有一寡真趣味故事，咱遮时间的关系袂使讲。当然讲上侪转有听台语，迄讲从马街还是马仔国来，就是将即个福音到伫台湾的所在，来解决咱台湾。再我要讲是啥物？就是讲福音的传世在师啊，咱搁一遍来思考。今年是感谢马街博士来台传福音150周年。咱总会伫5年前嘛，还是4年前，咱有讲福音来台150周年是对即个马仔国开始算。咱是对马街来算，讲马街来台就是150周年。我今日看咱的节目，咱还袂输着，北界所带做的，万共款。但是我想做这个节目，大家小可报告一下就是3月初5的暗时，伫台北和平篮球馆有一个青年的这个庆典的晚会，希望会当呼召这个晚会，踮咧呼召150个青年，真正投入伫这个建设的项目中间啦。当然即嘛一直咧筹备咧。3月初6迄天呢，就是希望伫和平篮球馆，会当有2场，场所6000。2场的即个联合庆典啊，伊安怎算？就是讲咱北界4方会，中间有新店来，有即个东部中会来，因就互因实在是因来聚会。咱北中青中咱就当下晡时来聚会，就是做会了。然后呢？我要讲是讲，伫即个庆典的内底有真侪活动，比如讲台湾神学院的办神学讲座，还是吉利台尔的办音乐会，还是东方中文的办写生，去看你庆典的活动。这都是人办，啥物？咱办一个马街行脚区，等下咱讲啥？所以讲是讲，伫即个庆典了后。伫即个庆典了后，耶稣就去进行甲学生讲即个大使命。耶稣学生有做到，联合教就一直传出去。联合教伫18到世纪，即个海外宣教运动搁真兴起，就是欧洲、美洲的国家真正派宣教士到伫非洲、亚洲的所在。即马咱嘛是讲，一直长大成熟。都是我台福音第14、14安尼甲你讲。伊讲即个天国的福音爱传遍普天下，互万民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活其他的国家。所以咱个福音的使命继续去行。咱看讲敢若是安尼有道理其实无，因为佫足侪人有听到。你若讲台湾基督徒语言是敢若32趴尔，咱佫有78趴的空间通来带人来归主。耶稣大使命的中间有2个，第一就是福音的即个使命，就是去传福音。然后呢，耶稣讲去我所命令恁就凡乎因遵守啦。这是啥物？这就是即个教导的使命，福音的教导的使命。耶稣伊带学生3年多的中间，咱是老师咧带学生，咱是师傅咧带师仔安尼，拄着代志咧，伊就随机伫遐行。
交代。马该来是伊嘛是共款，伊讲逍遥学业，才有啥物固定的学校通互伊去上，无啦，带学生啊，迄个师傅带师啊安尼，就有机会有时间就下面来谈着你，就甲伊训练。如果假使讲咱的教会，若是讲耶稣互咱这个福音的使命，就是这两项，去传福音，再来是交代。教会内咱和耶稣共款，带学生做门徒培训，将真理来互教导学生。然后学生讲，你着爱听啊，去带人去上课啦。就是像保罗甲提摩太讲，你已经听着我所教是人，所以你着听啊，去将去找会当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会当安尼你去甲教是。所以咱讲福音的传递方式，教会来讲，是一个量的增长，学生的训练，门徒的训练，就是教会质的增长。台湾女主信学院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是教导的使命啊！咱袂不断地讲来开课，是毋是会当用咱的孩子的智慧来上课，家己来总结家己，真做一个分组，真做当去传福音回来。无论对一个课程，拢期待学生会当准备好来完成福音的使命。这是教女信学院目前真努力拍拼一个工作。一论来讲，就是着上第一咱拢必须要传承基督使命。就是耶稣的学生，还是保罗，还是提摩太等等，还是咱咧讲的遮个人，保利加也好，还是这个约翰卫斯理也好，把世界上的拢会真理、真实对福音维持，甚至是付诸实践啦。咱需要将基督的教使命传承。今仔日咱就是看这个时间的交界点，马该来代志150周年，而这个交界点，请问你是毋是愿意成做福音传承的器具？今仔日是台湾女主信学院的同庆主义，真感谢咱教会对女主信学院这款的支持。我今仔日来第3点，今年就是咱的奉献2万点去抽过去，去年的奉献是3万2千几，我感觉真感动。我今年可能会较济啦，真啊！因为咱伫学习疫情的中间，还有邀我上帝的保守圣徒，咱拢无欠亏。咱过去1年久，咱来看，咱的社会，全其他的国家伫遐路受的时，上帝真正保守咱。风太爱90度转弯，连个气象局讲，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去想想，咱有真济人伫遐咧见，还有邀我上袂听咱的意见，所以我实在用淡薄的时间来做伙分享台湾女主信学院一个状况，这2年前咱拢看过啊。咱有圣经甲神学的这个学程，拢总有7个学校、7个分校到伫这个花莲然后阿里做。既然马街读书传福音，女主信学院的第1届的学生是阿美族，是原住民，迄个格马兰族的。我想这个会当连社会啊，无一个教会会当和马街做切割啊。咱会努力拍拼吼，所以我一直有心讲，淡薄仔爱搁落去2个分校。第一就是讲，咱的上课时间就是安尼，除了拜二即马拜二嘛有其他的课程拢满就是一礼拜有安尼课程咧上，比较所在咧上。第三，我要讲的是这个生活甲人命的这个学程因为学校虽然讲要多金拄紧，但是我的2年半要3年拢无动静啊。我甲欠3讲，你是当时要放苦当时要拄紧到时无定，恁拄紧的时候我阁无伫啊。
为拄紧来呢，吼，是无法度，因为嘛是还佫足侪代志爱去处理。但是咱毋免单拄紧，好就是行落去。对，一礼拜敢若拜一个课，即马变一礼拜拜一拢有课，佮拜三个补嘛拢满，佮拜四开始礼拜啦。我期待讲伫即个学校的空间会当充分来利用，来开较侪课，真正对他的今晚有帮助。这是一个恩赐学，即个是讲来他的今晚知影有偌济恩赐，伊借着伊的恩赐来学法度，来启示。即足侪启示用无共款的解释，咱来看方法哪样。就是上帝所当中一个讲，大力规工的课就是安尼，我的故事，我的梦，甲从做梦到解梦啊。这是王宏毅牧师规个吼，已经开第啊阶段啊，即个对伊个人就是安尼拢无拍开啦。我其实还无免出来，人伊就拢无讲。我讲，既然你对王牧师会当去着看了济，这个生命了解你生命的状况，伫你的困境的中间去合上帝对话，去遇见神。若遮尔好的课题，老师你看卖个重新来对。讲好，所以就搁开这个我的故事，从头来过，还来不及宣导，起码说完个10几年的故事，起码咱个听看卖啊哩，咱来试听一次，你若讲无较，好袂甲你收钱，咱袂要紧，讲你来听看卖，好无？这就是这个，因为要搁开创新关系中的教会甲社会，讲咱的教会已经到伫这个长辈感觉爱做迄个关怀据点的即个教会里，咱是安怎来做呀？简单安尼吧。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有着庆祝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我做啥会当做事？我是一直咧想讲，即个产业咱是使做。马街保持即个产业当然伊演员伫教会伫基督中间，但是咱会当搁转来甲听看卖卖。迄个公路，当时有公路呢，是1895年清朝的时因才开始去开公路啊。进前遮马街所行的路拢是田花路，拢是下影的路，咱敢会来行看，真趣味吼。所以伊讲苦路之旅骗掉，就是用行甲马街行过，咱甲伊分做对段，是便行，拿一小段就好啊。去体会讲，伊咧行的中间是款的神奇。我捌行过即个大理到大溪这段，是行海岸呢，海岸迄个沿岸，意思讲迄个是岩石的，跟咧地。我哪行着讲那迄个天是当初是伊安怎发生的？我嘛相信即条路是行过，为虾米？因为海边啊。海敢会当有啥物线地线，所以你行中间，咱放入啊，咱去想讲这个人是怎样中的意思？有着耶稣基督身吼，真正半山过。你感觉险险就开始，我讲错啊，绝对袂使互我分到，绝对袂使，我做真正去体会迄苦。迄个苦是啥物事？安尼行，拢无良心啊！就头转行，伊就是安尼。后来故事之旅是游览车的，咱若去宜兰搭溪伊马街所去做一间教会做打马烟，即个教会即马已经伫海中啊。总是呢，即个打马烟教会即耶稣信教即个摆伫倒？伊庙林内底啦。有一款趣味的代志，咱敢会当甲退转来？无可能。迄是自保，迄无袂自保。咱就讲马街边，迄个庙埕头前伫遐咧传福音，迄个勇敢啊！咱是毋是来听故事？咱来听看卖咧。伊的行咱甲分15条路，其实还佫有啦，咱无法度一时节甲背太济。
毋可咱敢会当用今年、明年，咱嘛点两三条看卖啊。啊，你咧行诶时吼，你爱带你诶朋友来咧，认识诶朋友。哦，你知影讲有一个人较了台湾，或者讲即个人就是安尼来到台湾诶所在，有哪个建议，有伫你台有遮教育，啊，咱嘛是做一个好秘书。咱当爱做，咱本就上个感谢。我做啥物虽然是说，透过我有看到一个真感动人诶代志。伫这细细诶中间，人可能看无诶中间，咱有足大发挥诶空间。期待将来是逐工拢开课，期待咱的这个分校的聚集会愈来愈济，因为这是足需要，真需要这所谓信赖教育的部分，完全袂祝福，嘛完全袂感动咱。我是讲个人认为，这个信赖以上，啊不要紧，是咱的感动，上帝你的感动，袂要紧，无论偌济，我拢感谢，感谢人祈祷。是阮感谢伊的透过马街博士将福音传来台湾，嘛透过伊有病院、有教育、有女子的这个行业，阮感谢伊安那听台湾，今仔日阮从这个时间，阮对你嘛感动阮加过一个福音的事件。嘛感动阮愿意来当兵，互阮咧看福音诶时，阮真正哪有困难。阮对你帮助，阮嘛愿意来行答。马街所行过的路，中间阮搁一遍来认真行过，来思考你诶心内的意。无论怎样，我拢要将遮个事工拢用伫你手中，我会当为着你来做见证。嘛，伫即个活生世界里，你来发做，因为你向阮祈祷，来补满阮心意爱，总是软弱的所在。来祝福啊，无教会将所做的工，拢归献你身边。感谢做从啊做呢，阿门。感谢神牧师为信息的利用加护。我印象的咱所有的灵犀，信息535首，信息482首，加腾讯的产品，咱装饰。
时间由于年景了，阮个人的路线，阮安尼去，安尼阮是，阮遮献着淡薄的金钱吼，做献较无用，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圣名啊，阿门。下谁？咱今日要做圣歌队指挥的就任吼，咱是咧请刘宏美老师来到台。咱是要来誓约吼，来。你要领受圣歌队指挥的这份，你有确实这个是上帝叫你有影无？你要领受这份，你着赶赴教会头，耶稣基督尊伊做主，来尽你的本分。你叫要安尼行有影无？咱重新来祈祷，做可你是阮灵敏伫阮每一个孩子的心上，特别伫阮的心上。当即时，阮也特别来设立圣歌队指挥，可能当互阮刘宏伟老师伫指挥的顶面帮助阮，在圣歌队员无论伫诗歌的吟唱学习，伫信仰的造就特别，伫上帝你的面前，伫遮来学乐的时，用心用神来学乐你，来领受你大大的欢喜，你着咱照满伫阮每一位的身上，特别伫阮的行做，甲所行所入的一切，特别咱为着做名来见证，阮伫遮祈祷，拢是靠这所祈祷的圣名。阿门。咱只来宣告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后部教会小会关闭，设立你做本会的圣歌队指挥，就顶是你本身甲你的所做双双关系伫这个事，尽力伫做工来为延光上帝。咱先来接啦，吼，要接以前先来发聘书吼。来，大家存者吼，荣耀美笑。非常好。好，接了好。来，咱先小会吼。因主是咱的意境，真小心学生前来分享，咱的意向甲时间，啊为着不是咱的需要来募款，咱也说来关心带路啊奉献。礼拜了后平常的，我礼拜差不多3点，要上来叫来来使。礼拜了后，上面放个第4楼的主理是咱最高长老长，啊当然来参与。我是当大的，然后开也跟这个，邀请当方弟弟来参加。总共下晡3点半，这个是来专门去对因啊，这个东西非常效果，以后包括他跟邢姐跟李宇君姐来打合。当时啊，上帝领队呢，今礼拜就叫我们这边，比如说因为红玉啊，形象的因为在俊杰这些有关他们东西，大家如都常给朋友，吴玉春姐，我们常给朋友是，我们常长老陈秀梅姐，上年回应是叫领导，叫拜上面就是。
林世勋弟兄，我先把对队长是陈国良，今日高聘秀华队指挥刘宏贵老师，分别沈子月兄盟主分组，汤圆50岁，因为1月10岁后的礼拜日，早起10点，以3名的审查员林立厅，有人来入殓礼拜甲后摆的礼拜。这个参与的兄弟姊妹是当日的9点来教会请他来坐车。要参加点半的天平山庄举办的教会礼拜，然后以2点半来教会来集合，来坐福音车。1月19号拜三，早起10点，于潭水桥顶路的武昌府新灯公茶麻将班，地址是伫东浩路48巷9段28号2楼，欢迎来参与。因为定于1月23号的主日下午1点，鼓励教会的大扫除，以前去单位分配清洁的地方，3楼是信徒的甲130团块分的团体，4楼是青少年团体甲小青，8楼是旅游甲妇女团体，请兄弟用时间拖出来，共同来为教会来整理上帝的圣殿。本会定于2月20号的主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开会，请各团体的会长帮担当整理200公年度的时间甲发生的报告，于2022年的制作城市施工计划预算，发给上网政府书甲审查实施来编辑会会的手册。2002年年度的家庭礼拜安排甲3月公开，每个礼拜是1600块，收费方面是21600块。等于后壁的公布栏，欢迎若说你1年当中安排一届的家庭礼拜，还是较长费用，做来祝福较细腻，结为必然的日子在这个当中的日子，为着插花清洁强烈的空间，跟为了保卫圣地，就是去年的1月甲3月的新安宫读经堂皇午教，主要是在咱古城为希望人民。听这人10句，根据每日10分钟淡薄甲注。当读会者，互你灵恩赏识善人，为了推动新安宫经于2002年的信心，跟总理马家经文加新剧拢出来。圣天神公题是单一3章到10章，因为那周未来为比较先出2章13到25节。这礼拜的题目，主导平庄20首54集，咱做伙来读请。那是我无俩性命最要，来看最咱对主呀，所修之文，正上的福音，主的平庄20首24集。那是无理性命最要紧，来看最好是咧生活的咱对主呀所修的之文，来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本周的是先1月12号的总小队，按作业来唱生日快乐歌。
咱只是去三更新来祈祷。咱为着咱本身，为着教会，为着咱所关心的对象，以及咱兄姊妹是咱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甲主持伫咧面前，再一摆，遮来变成阮对你的求讨。主，阮知阮人是一个软弱欠缺的罪人，常常伫你的面前来得罪你，你甲阮有最多的苦难。等于因为你的拯救，互阮伫你的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贝，阮得到洗清。阮伫即个信仰的顶面，阮诚做光荣，诚做重大、勇壮，为着你的名要来宣扬高举，伊阮已经对着你来得到罪的赦免，软弱的要变诚做勇壮。主，肯定也特别互阮伫即个信仰的人物顶面加添阮的气力，因阮清楚阮甲上帝的关系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阮伫遮用基督的手，愿上帝你会当互阮伫基督的中间。互阮有气力，为了这个病人，为了这个需要的人来祈祷。但这是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别靠你医治的手，放伫美林执事的老爸林洪科老兄弟大肠癌第2期的需要。无伫本身，伫医生开刀的手，拢会当得到健全来保守伊，做可能特别帮助伊本身的需要，特别互伊会当甲你有较亲密的关系。来领受到即个救恩，安慰的手也甲厝亲姊妹三甲弟弟，因为你有紧调伊的丈夫子业兄，做可能特别，互伊伫一段年日准备即个个别礼拜中间得到安息，得到安静，得到你的看顾，祝福满满也伫伊的心上，做可能特别带来因带，互厝亲伫伊人生后半段，更加会当来归因跟上帝。明白上帝，当然搁较侪人来回应你。所以我将厝亲也交代伫你的手，我特别介三个弟弟。况且伊最近身躯需要你的看顾，特别要来教会时，伊的胃肠非常的痛艰苦，总医院到伫你面前直接来敬拜，就可能特别伊的手放伫伊的身上，来领受伊大大问题。小脑小段的脱牙也得到助你的医治，可以当顺利通通。从这，可能你也特别安慰伊，因为三所受你所紧调，做安慰的手，也放伫伊，特别也放伫伊遮家属每一位的心情。阮教会兄弟姊妹中间做需要，特别伫上帝你的手的意义的中间来领受，做可能也特别甲伊三甲弟弟。问题恁这丈夫也是阮遮的所记录，而且阮所为关心遮兄弟姊妹，主对也特别看顾伫因，互因来领受到上帝你的拯救甲医治，帮助因。阮也特别为着遮个出国兄弟姊妹来祈祷，阮知伫这疫情伫国外伫大流行时，是通保守因的平安，互因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主可能也特别甲阮常常为着求讨。祈祷的药宗甲译文，伊个福建，会当健全因的心智，袂当勇敢壮大，为着因的福建来努力，也得到上帝你的医治甲看顾，阮来将因交在你的手。因特别为着阮这段个注这个疫苗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因的身躯也得到健康，得到你的看顾，互因会当有更较大的。免疫力伫遐来抵抗即个病毒，互阮紧紧来过即个病毒的流行，到日迄一天，我们会当得到平安。做可你特别甲阮三个弟弟，阮也讲于你特别，阮伫遮为着阮内底的对象，阮本身的需要，阮伫遐对你求讨的时，做阮的上帝讲你也特别甲阮三个弟弟，特别阮教会需要，阮也完全摆伫你面前。为阮超找阮的敬拜用心，来希望你们教会会较了时间，也是阮教会今年多所谓推展的时间，拄着看你拢一路带领圣神来引带阮、帮助阮。再一摆，阮将阮的求讨，而且来对你恳求，看你特别来听阮的求讨，阮遮祈祷，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上元，新信息398首，不信息284，那原转世。愿主事后不互恁，愿上帝因光变存，也用慈悲款待恁，愿邀我常常看互恁，享受恁平安。阿免。等下迄个要转去，一人爱摕一份即个礼物吼，就是思如甲子琪因的吼，满月，满月。好，我给来请咱，你可以讲一个吼。用金钱爱到那个银行咯，啊，24号，嘿啦，小路，好嘞哦。好，银行啊，你几啊？